你好，我係同福堂嘅主任牧師謝有生，好高興能夠支持異象2033年嘅屬靈運動。世界有超過7000種嘅語言，大部分都係口傳，唔能夠書寫嘅文化。咁我哋又點樣可以用各種各樣嘅語言嚟傳揚神嘅福音呢？聽信真道致力於2033年前接觸口語文化嘅群體，透過2300種語言嚟傳揚神嘅說話，透過口傳聖經翻譯，我哋可以省卻文本，將聖經好生動嘅呈現出嚟。藉着創新嘅工具，例如 Render 軟件啦，同世界各地嘅翻譯者合作，可以以故事同戲劇等充滿創意嘅方式，將神嘅說話帶俾世人，讓佢哋可以用真正能夠引起內心共鳴嘅方式嚟聆聽。你同我哋可以攜手實現呢個異象，而家就成為我哋一份子啦，讓數以百萬計嘅人能夠用自己嘅母語嚟聆聽聖經，一齊投入轉化呢個世界嘅事。仲有8年啫，我哋一齊達成呢個使命。